咱为了大业，咱一老所说的地数，对。咱互世间人咧甲你尊重，对。比如讲咱今日，哦，咱的前人也好，咱的点文书也好，咱地方的领导助理，咱的前辈也好，咱出去到地，是毋是大家拢先甲咱尊重？大家先甲咱尊重，大家对咱做客气的，因为恁是咧受业人。我著拄则讲的，若你当时你佛教的地数，迄个非常啦吼，要真正出家呢，迄阵当时你佛教上，查甫袂使结婚证，查某袂使结婚。你像海口老师，伊当时有查某，冇囝，但伊为着要修行，伊爱到下面太太办离婚的，因当时太太嘛在修。哦，因太太嘛，迄拢在办离婚的。所有的财产呢，捐出去庙时呢，你袂使家己有个人的财产。迄年佛教上咧修行是安尼呢，迄是真啊真严格。所以你甲看，李师傅迄粒阿说签的，因为伊出来人偌尊重。哦，伊出来人偌尊重，伊是咧尊重伊本身来尊重咱阿说。内行的看门道，啊外行的看老眼。外行看热闹，会发现咱阿说开始在拜。敢是？就感觉做老眼，那为看到规迄条的，因伊真正伊的修为，伊为了看到遐个，所以伫迄个当中啦吼，咱互学，咱来讲着即处，咱互学那只问题啦，哪里？哦，迄个印度，哦，印度去拜访达赖喇嘛，因为即处行即桩。嘛是有那真辛苦，嘛真正有价值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咱和合，因为中非这边接到了西藏达赖喇嘛，迄叫做藏族达赖喇嘛的邀请宗教交流。总会理事长简新华，秘书长德胜，包括迄个全球灵怪道总会理事长王宝忠。包括迄个中华民全球各个总会副理事长简清华4000人，阮这边的马家基这边多19个去拜访达赖喇嘛，嘛因这种宗教交流，迄架坐飞机啦吼，迄对台北坐飞机坐2点钟到香港，离香港坐香港5点钟的飞机到印度新德里。到新德里就差不多11点，伊11点是咱的，伊慢咱2点钟啦，是咱的时间已经11点半，你知无？1点半，因阮7点半，阮囝到咱这1点半，伊当中到11点，阮去这个办大饭店，今日阮迄个旅行社安排7部7部轿车。因为因知影迄条路到山顶迄条路真正做无好行，拢单行道，坎坎坷坷安尼。阮离遐个坐去到拉萨，到拉萨我坐14点钟，新德里坐车，我坐去到平日10点钟，平地上山去，还阁坐4点钟，拢总坐14点钟。迄个路程，毋过去到地当中诶，迄后壁迄个喜马拉雅山的迄个山岭不是山峰，山岭，拢看到是咱山岭看到咱路真几往前，看到拢拢爱雪啊。伊遐上悬的高峰是800几，8到9000，9200条。所以咱去到遐个当中，第一就是入，我袂记佚佗啊。入去了后，阮名拢报入，伊每一个团队入名爱先报入。但你一定要下护照，你若要下护照，你100%袂当入。伊入去就甲你对你的护照，第一就是你的号码，你的英文号码，你的编号，你的身份证，若对了后对，伊会管互你入，无就免动起来。第二就是你的手机寄去，伊应该收起来，但是一个号码互你，就是倒转来你用你的号码来领你的手机。第三就是你的皮包，你摕背包完全拢一定要起来。
哦，第4关就是经过迄一个咱上飞机有爱经过一个迄个安全的迄仪器检查。你若有危险，都来调你身躯。你是第什么？哦，迄个个铁器，哦，第什么物件？了后当互你入。但阮建议就含迄个达赖喇嘛的迄个秘书长。秘书长一前就是咱台湾即有一个达赖喇嘛的办事处，伊过去捌来台湾，遮伫迄个20年。做大使啦，迄个办事处做，咱就讲叫做大使安就对。伊即马对我做秘书长。阮进行一日，秘书长阮开10点半钟，来伊个外交部的迄个部长嘛，含阮来打交道。那迄个部分就去拜见迄个仁波切，仁波切我的班长，班长在咧转述的仁波切。建议去拜见达赖喇嘛，所以迄个时阵因义还拜，迄团体是足济哦，迄后摆一个团体千几个哦。你想咱这入去，咱台湾一个佛教团体才300个，迄300个游览车要坐去，迄是偌歹坐，你敢知？迄游览车大车，路坎坷坷，足歹行。迄若害念了，我保证你逐个休叫。我就讲我数重点嘛说吼，若上年咧开哦。就讲我咧用行咧后咧开起，迄真正咧开啥咧？迄毋是甲你当作人咧甲你载咧，甲你当作载具咧载。后尾牵到逐个载到我位袂合适啦，载袂着。你咧爱伊嘛无听着，反正你咧爱叫，但是伊咧讲的是中文啊，伊咧听是印度话，伊嘛听无。但是伊知影你穿到10万块，知影。去后地了后，阮家就开始开话，开始来交流。第2日要见达赖喇嘛的时阵，20几个团体伫外口拢徛伫遐，但是徛伫遐当中看到迄个法王尊，因拢叫做尊王，因拢叫做尊王啦吼，因遐称呼达赖喇嘛叫做尊王，有2个名称，一个叫尊王，一个叫做法王，因的尊称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因为咱伫达赖喇嘛当中，伊伫世界诺贝尔奖，伊着世界诺贝尔和平奖，因咱这大家知影。那去了后，规个团体乐，但是阮有19个，咱就叫做贵宾啦吼，咱摆做上后壁，上后壁毋是无尊重阮哦，上后壁是安怎甲你摆上后壁，你知影无？靠时间嘛，哦，因为拢出业嘛。靠时间啊，达赖喇嘛逐个加讲一寡话，加翕一寡相，敢是安尼？袂拢安怎咧？手牵着走，迄袂当去斗量咧，迄袂当去斗遐济团体伫遐，逐个伫遐等了半钟，逐个按一个手过啊，摸一个手就过啊摸。迄也袂见着达赖喇嘛，为了后，伊个法王做伫遐一直拜，无也袂看着人哦。阮就坐伫内底，阮就有看啊，一直拜，规边开始伫咧拜。佫一个问题，见到达赖喇嘛了后，迄目屎安尼，那是水就水咧。哦，卫生纸摵袂清咧，一个，那是叫颠着安尼咧。迄个感动啦吼，那种感动，见到法王那种感动，有保护无？尊重艺术，有保护无？但是你看法官当时是在讲个地管无人观点，我们要工作平时，毋是咱讲过啦。逐项真认啊，我都叫你观点，安尼敢若无成体统嘛吼。因为今仔日在末法时期，伊嘛知影咱嘛知影伊。咱是在宗教内底当中做一个交流，毋是我要甲你，互你创口，毋是这个物件。你若我这信佛了，我要叫你观点啦，要你去加持，要你去创口的啦吼。当然，这应付靠我代志，但是咱是宗教内底当中做成交，但是咧看到迄个精神，就我拄则讲迄个精神，达赖喇嘛毋是个人啊，伊今仔日是头遮伟大，当然第一个问题，就一直落来苦修啦。你若伫藏族内底当中，因咧修行毋是像咱哦，毋捌像恁这逐个无一个资格哦，我问你哦。恁有法当对山骹安尼拜一个
变变来，咱行一步，带一个变来。有法度对楼骹安尼迄个规个摆去个山顶哦，你有法度。这拢用那塑胶，用塑胶套，问题较到塑胶套，若要套咧，你免摆在十分烧迄落阵啊，迄个裤襠破了，手襠破了，无走去。因是受迄种的苦刑，因是无迄个苦刑，因是真正是红颜皮是受苦刑的，受苦刑的，因咧只是食苦菜呢，我自己无骗人的。所以阮看到了，阮老早讲，哦，因为佛教相对维修，他们很严格。阮教伊一个叫做上密院，上密院就是讲最凶啊，密就是密宗，变成学院啊。简称叫做上密院。迄上密院就是讲，因为迄个仁波切，还是因为藏族，因为修高僧道一定爱带迄个好物件。迄个食饭，食饭你知影无？阮住在中岛，迄一两百个人出来了后，因咧食饭拢用一个大鼎，迄个大鼎拢用石头铺的，因用一个盘，掘的，因带土，迄个石仔鼎，石仔迄拢无暗面土。带喺石仔顶面坐咧，讲手啊沙，伊用正手沙啦，用倒手沙啦。敢有正手对我袂记啦。讲一手咧切骹酸咧就对啦。因要学卫生纸，恁知影嘛吼？你伫迄个印度要用卫生纸，你若去迄个便所要甲摕卫生纸无啦，就恁家炸，伊有水通互你洗咧。伊咧食就是手啊沙，落进嘴咧，沙落，咱无白受伤，爱嘛会互你翕，伊嘛袂感觉喏。整个藏族，僧人全部坐在外面，离迄个内底，敢若讲迄外口迄个大厅就参成个餐厅。因心里受苦用呢，敢有人互咱想，哦，你在掠鱼啊，你在掠叉，你在掠猪，哦，你在要食什么？无。但是因一个。咱一直不足就是讲，拄好有像众生伊较足，因无足济因的藏族，包括因的理解非常，因无去外口咧动啊，因无。这点就是因为因目前都叫内修啊，他没有拜信。但是咱今日讲到底下来，咱一贯地处内底当中，因为爱知影，因为咱后半段时代当中，咱身为咱老祖师的地主。用尊重地主拄则有讲着，因为即阵人拢咧尊重咱。咱今日若无得，咱今日若无做方法，咱今日若无标准，人凭啥要尊重你？有影呢？这是你家己的问题，是别人问题。较早一个张传良，张传良，迄是伫天恩的一个。老点师，伊是开悟，伊是对中国大陆啦。你若要听伊话就知影。伊讲，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心口，咱拢无能做着咱心内的行人，咱拢咧找外口的行人，找别人的行人，作自卑的。咱的行人找袂着，永远就是咱的心，就是遵理迄个心果，果就作有果。有过迄个有过迄个作家人的意思。咱一般的地师傅当中，虽然讲无离内修，方面作认真，但是咱的外作拍命，道路作拍命，毋过咱的言行，咱有真正修好势无？这是咱家己的问题哦，这毋是别人的问题。咱今日学当着弥勒的大业，安尼讲起来吼。弥勒的大业，你身为弥勒的地主，你要学当弥勒的大业，迄个学当什么该做什么物件？所以咱看啊，一贯地主就要学当弥勒的大业，佛地主就要学当如来的大业。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，一贯道的要义，作为生命的真相，及下化有情众生。